Hello， 这是我们两个刚才从 Meloganj 爬了很陡的山坡上来，现在坐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去 Darankot， 这边一间以色列餐厅，老板娘呢是以色列人，我们要去吃以色列菜。达让扣这边呢，有很多以色列人会来这边度假，所以这边的很多商家啊，还有餐厅呢，都会写希伯来文。今天要去的这一间餐厅有一点远，小路蜿蜒，沿途会经过各种商店、餐馆、咖啡厅。好，眼前的这家 Malka Cafe，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吃的以色列餐厅。Shalom， 这个是户外的座位。好的，拿了点。室内用餐环境非常宽敞、舒适。看了琳琅满目的菜单，我们今天点的是 Open Table， 满满一桌，有很多样菜，再加点一份 Pad Thai， 尝看看味道如何。这算是 hummus。Hummus tahini, falafel, tahini cauliflower, coleslaw, Arabic salad. okay, Arabic salad, and this Yeah, and this is white cabbage. one? White cabbage salad, okay. And this is lava bread, right? Lava bread. Okay. Oh, we got pad thai. Yeah. Thank you. 试吃完满桌的中东佳肴，这一集我们来学用藏语说请享用食物，用餐愉快。谢拉涅波呢？谢拉涅波呢？谢拉我们之前学过了，是食物的敬语。涅波是喜爱、亲近的敬语。呢是做的敬语。所以谢拉涅波呢，就是请做喜爱食物这个动作，意思就是请享用食物，用餐愉快。我们也可以把句子加长，谢拉涅波切罗纳，谢拉涅波切罗纳，谢拉跟涅波刚才讲过了，切它除了有供养的意思，在这边指的是吃和喝的敬语，动词的后面加上 rona， 就是请做什么什么，拜托做什么什么，请求做一件事情的敬语。所以整句的意思就是请你享用这些食物，并且吃得开心，喜爱这些食物。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谢拉涅波呢，谢拉涅波呢，谢拉涅波切罗纳，谢拉涅波切罗纳。目前加萨走廊烽火连天 ，Israel 和 Palestine 两地死伤惨重，双方几十年的冲突是个难解之题，每天都有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与亲友们天人永隔。餐厅的老板娘也说，她有很多朋友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这一集到最后，希望大家一起祈愿战争平息，一起致力于非暴力、无害型、
促进世界和平，不要再有任何的流血、战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Rest